Da der ja, Thomas，这里的，那么我就继续新鲜南京，的，首先咧就問候中國咖今啡，次聽今但係次嘅呢個春季是課程，自師範50種，這裡線路裡嘅缺少我們嘅生活裡啊，最主要咧就係上萬嚟種甚至就是裡需要因嘅素，寺院等等，好多謝。到底的，但我對你需要的啊，這樣的，然後就係這張其他嘅僧眾那麼定制過的嘛，寫大眾們，綠衫呢，迷茫不這自己，是地理。但上面拿落嚟啊，但啲字。一般嚟上下講咧，我嘅技術哋講到上下嘅依止上方面嘅師嘅技術，方法咧，你自己咧上不到去用試咧，而呢啊，但係或者拉馬依止定嘅上師嘅嘢啲方式，好多人咧上下就嘅認為咧次要嘅，係密但係宗嘅一個拉馬話題嚟嘅。上嘅咧，但係咧，之前呢就上下嘅其睇嘅實唔學啲單止係呢啊，喺但係拉馬嘅嘅密宗裏先邊，下啲做得，全大幾乎都係印度山咧，而特別喺佛教傳統裏邊咧，講上師啊呢，但係非常之係上下幾重要。部分吧，那麼上嘅為記錄嚟但係啊，喺一般拉馬嘅嘅為先人佛上嘅教傳統裏邊嚟講咧，嘅上下。上師善知識咧都係非常之重要。拉好多，體會性表現到底能落嚟啊？幾位先人啲得，其實尤其咧唔少就喺呢個大乘經典當中咧，差啲嘅唔得，點樣硬最差咩嘅？得善知識嘅社會上重要性咧，社會上程度。係我哋非常之重要去了解嘅一個關鍵但第三點嚟嘅。就米卡寫嘅，那麼我就不說呢，就那麼定住寫啲就幾萬個麼？而家咧亦幾萬都有啲數據，人咁樣認為咧，幾萬特今點。次講呢個事師法五就那麼上網，十頌咧，網部嘢為夠嘅，或者等等第嘅一啲寫網絡論述咧，第三，就那麼我所就講嘅一啲依止第上師嘅寫嘅方法咧，係講出來，但是只係屬那麼定於住以前部嘅黃金時代，寫呢，即係話佛法到時興盛嘅到時候咧，時，很多這個有好做法細多節，但對優對良嘅上上師嘅嘅呢時代。要試的，但係咧，所以呢，而家睇啲幾時認為睇啲而家寫邊呢？當今嘅時代咧，呢一那麼種嘅就說教導啦，這個或者學習咧，已經係不都是善都不得兒啦，寫邊呢？那麼嚟啊，就係咩？就係嘅。覺得冇乜大嘅幫助。咩不嚟講啦？上下都就但係咧，係嘅呀，喺呢就係個咩？差不多幾乎差啲嘅。密宗嘅金剛乘嘅當然觀點咧，先嘅，就錯，當我哋對咩上師錯唔得，啲失去信心嘅，咧，大家即那麼係話咧，就係咩對呢？就說咧，密宗金剛乘本身咧都失去信就心。係咩不成人差到，就嗰把咩所以咧，即使譬如我哋舉行嘅差到，法會啊，進行禪修聽啲或者印度山咧，閉關修行咧，誒，咁樣都可那麼能咧，其定住實唔會有寫啲，太大嘅成果。大家得個字跳一全部。又因為咁嘅原因咧，當然就上下嘅點不啲，每喺月嘅人咯，不同嘅那麼定住教言寫啲，嘅全部寫啦。這樣就上嘅只教堂，要有咧就可能呢個能夠送密乘天就拿落嚟啊，或者臨時大裏面乘嘅教呢法樣都，流傳嘅所有啲時候咧，社會書記，善知識或者上師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我哋做得迷茫不自己，所以我哋拉喺呢個好乜嚟啊？多嘅前智者或者大成就者，佢嘅拉乜上著作不自己當中咧，喺度面都寫，都好多次咁強調咗呢、佢哋我就個呢、個冇寫關啲㗎啦。鍵點係。而呢啊，所以我哋成日都會談論到關於上師，同埋我哋要知道咧，究竟真正嘅上師應該要具備一啲點樣嘅條件，點樣先為之一個好嘅上師？但係咧，好少咧去思考咧，我哋自己係咪一個具備條件嘅一個弟子咧？係咪一個好嘅弟子咧？所以呢一點咧，我哋需要去考慮。所以咧，我哋要反觀翻我哋自己，究竟係咪一個好嘅弟子，係咪具備條件嘅一個弟子咧？所以呢個我哋都要認真咁樣考慮。尤其咧，當我哋對他人有一個期望之前咧，要首先咧要提升我哋自己嘅品質，係非常之重要嘅。尤其喺而家嘅時代咧，
如果仔細咁去分析好多上司同埋弟子之間嘅關係咧，會發現到咧好多人之間咧存在住咧係一種主僕嘅關係嚟，或者係上司與施主嘅關係，或者係咧基於個人喜好或者偏見嘅關係，而都唔係咧真正上司同弟子嘅關係。或者有啲人咧根本唔知道點樣去建立呢一種嘅師徒之間嘅關係，亦都係好多嘅。首先咧，我哋要揾到一位具德嘅上司係好重要，然後咧，我哋要如法咁樣去醫治呢一位上司。所以好多嘅加當派上司都咁樣講，只有咧，當我哋生起出離心嘅時候咧，咁樣先至係真正踏上呢個修行之路。亦都有好多嘅假舉派嘅一啲上司前輩咧，佢哋點樣教導咧？佢哋嘅教導咧講話咧，只要當我哋對上司生起信心嘅時候咧，法咧先至真正喺我哋嘅心續當中生起，亦都係咧，即係當我哋對上司生起一個真正無偽嘅一個信心嘅時候咧，法咧先至係真正咧喺我哋嘅心續當中生起。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做嘅任何嘅修行咧，都會成為道法啦。所以唔單止我哋個人嘅修行咧，能唔能夠入道咧？無論係上司定抑或係弟子咧，當都能夠具備應有嘅條件嘅話咧，呢個師徒嘅關係咧就會符合佛法啦。而咁樣咧，亦都係對於佛法嘅弘揚啊，或者佛法嘅住世咧，都有住好關鍵嘅影響同埋好大嘅利益。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首先介紹一下加當派祖師點樣從一啲大乘嘅經典當中咧，展述咗善知識嘅重要性。譬如話喺呢個菩薩藏經當中講到咧，總之獲得並圓滿一切菩薩行，以及波羅蜜多、地、忍辱、禪定、神通、陀羅尼、辯才、迴向、發願，以及咧獲得並圓滿一切佛法咧，都係依賴上師，以上師為根本，由上師而生。上師咧就係生處同埋生嘅緣，都係由上師嚟培育，由上師嚟增長。所以咧，依靠上師咧，上師就係因啦。所以依據呢啲教言咧，加當派上師喺呢個道次第當中咧講到咧，依止上師嘅方法，單止咧嚟簡略咁樣去引用經段，同埋將咧持師法50頌咧作為依據咁樣去進行教導嘅。所以因此咧，今日咧我先想簡單咁講述經典當中咧關於善知識嘅一啲教導。所以咧，想講就關於呢個上師咧，唔單止係密乘先至會講，而亦都咧一啲顯成嘅經典咧，都有提到關於善知識。
就係唔係話真係修密成先至需要去了解咩係善知識或者上師。所以當我哋講到大乘顯宗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啲經典咧係談論到關於善知識點樣去依止上師，點樣依止善知識嘅一個教導。譬如話咧，有位布多華格西咧，佢哋曾經講過喺度，當我哋追求解脫嘅修行當中咧，冇比上師更加重要啦。即使係咧今生嘅啲事務咧，都要靠自己觀察或者學習就能夠完成嘅，亦都係需要有人教導嘅。所以咧，要從惡趣當中嚟到咧，要去前往，譬如我哋未去過嘅啲地方咧，即係解脫道咧。如果冇上師嘅話，我哋點能夠做到咧？所以咧，就係好似解脫道，即係我哋未去過嘅地方。如果我哋要去前往呢個地方嘅話咧，如果冇上師嘅話咧，我哋點能夠做到咧？就係嘅師布多華就有咁樣講過一番話。咁喺我哋大乘經典或者顯成嘅經典當中咧，都有提到講過一啲依止善知識嘅一啲重點。首先咧有兩個部分。首先咧就係《華嚴經》當中咧有講到咧文殊菩薩對善財童子所講嘅依止上師嘅5種方式。其中一部經典咧就叫《華嚴經》。咁係我哋喺大藏經裏邊咧，我哋叫做方廣部嘅華嚴經，就係大乘經典當中。咁華嚴經咧，亦都係喺大乘經典當中咧，關於依止善知識嘅教法咧，最重要嘅來源之一。咁琴日我哋已經咧從發生嘅角度咧，已經講述咗21種嘅依止嘅方式，即係心態依止嘅一啲心態。或者咧喺呢個學處集要當中咧所引述嘅有9種方式。咁咧，我今日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從實踐嘅角度嚟睇咧，根據呢個波羅蜜乘教法當中咧，分咗有2種依止善知識嘅方式。咁第一種咧就嚟自於《華嚴經》，就係文殊菩薩咧向善財童子咧教咗5種親近上師嘅教授。咁呢5種教授係咩咧？華嚴經裏邊有講到咧，菩薩咧要為咗獲得一切嘅智智咧，應該咧必定要從真正嘅善知識獲得證悟啊。
而尋求善知識嘅時候咧，要心不疲倦。見到善知識嘅時候咧，不要感到滿足。對於善知識嘅教導咧，要隨順接受嘅。對於善知識嘅善巧方便咧，亦都能夠咧生起親恨。咁喺呢個噶當派嘅格西貢巴娃咧嘅弟子廖蘇巴咧，稍微咁調整咗呢5項嘅順序。咁佢嘅解釋咧係第一咧係善男子與於尋求善知識時，勿生疲厭。善男子與應長時親近善知識，應如善知識所說而修持，應獲得善知識的證悟。於善知識善巧方便，勿生親恨。剛才咧就投影出嚟嘅咧就係呢位格西廖蘇巴咧，就係講呢個《華嚴經》呢5個要點咧，係用一個比較簡單咁去介紹咗。第一個咧講嘅善男子與於尋求善知識時，勿生疲厭。第一點咧嘅意思就係指咧，當我哋尋求上師嘅時間咧，無論係寒熱等等嘅任何痛苦咧，都唔應該咧厭倦咁去尋求嘅。咁第二點咧就係善男子與應長時親近善知識。第二點嘅意思咧就係因為咧親近上師咧能夠增長一切功德，故此咧應該長時間親近上師。第三咧就係應如善知識所說而修持。第三點咧就意思就係如果唔依所說而去修持嘅話咧，加持咧就唔會到來啦。所以咧，故此咧需要咧去如上師所說去修持。第四點咧就係應獲得善知識嘅證，就係咧意思必須要理解教授同埋隨學嘅意趣。咁第五咧就係於善知識善巧方便咧，勿生親恨。咁嘅意思咧就係當我哋見到上師為咗利益眾生而做出咧各種睇嚟好似有矛盾多樣化嘅行為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應該生起一種不信嘅信心。所以即係意思咧就係保持信心都仍然要。所以呢度咧就係以呢位格西廖蘇巴嘅整理出嚟嘅點。咁然後第二咧就係彌勒菩薩喺《大乘莊嚴經論》當中咧講到要對大眾所教導咧有4種依止嘅方式，就好似琴日亦都有講過咧，彌勒菩薩喺《大乘莊嚴經論》當中咧有對大眾所教導嘅4種依止方式，或者係叫做咧4種令上師歡喜嘅方法。
喺經文咧就寫住咧就係應以恭敬供養誠事及修行之道嚟親近善知識。有啲講咧三種，亦都有啲講四種。咁以呢個加當派嚟講咧，係有四種，就係第八世大寶法王咧，佢主要嘅弟子加摩天尼巴咧就有講係四種嘅。咁針對呢一句嚟講咧，沙拉華咧，加當派嘅大師講嘅供養咧係獻上供品，恭敬咧係準備座位，誠事咧係去除違緣障礙，修行咧係創造順緣，藉此咧用呢個方式嚟親近善知識。所以之外咧，加當派教言當中咧，亦都有四種圓滿嘅方式。第一咧就係冇吝嗇嘅財物，冇吝嗇到自己嘅財物，冇傲慢嘅柔順，跟住係無狡詐正直，同埋無衰退嘅修行。所以咧就似乎咧同呢個彌勒菩薩嘅大乘莊嚴經論咧有啲相關聯啦。咁喺達波仁波切岡波大師嘅大集會法當中咧，亦都有更加詳細去展述咗加當派咧傳統當中嘅弟子依止上師咧係需要有10種法則嘅。除咗呢個無衰退嘅修行之外咧，前面3種基礎咧，再增加呢以下嘅內容啦。然後咧就而家投影出嚟咧，就係岡波波大師佢嘅教研集當中講到關於依止上師嘅法則。第一咧就係應以無厭倦嘅信心依止善知識。第二咧就係應以無吝嗇嘅財物依止善知識。第三咧就係應以無染污嘅增上意樂咧依止善知識。第四咧係應以無愚痴嘅智慧依止善知識。第五咧就係應以無我慢嘅恭敬依止善知識。第六咧係應以無疑惑嘅侍奉依止善知識。第七咧就係應以無狡詐嘅正直依止善知識。第八就係應以無傲慢嘅柔順依止善知識。第九咧就係應以無瞋恨嘅忍辱依止善知識。第十咧就係應以非凡嘅本尊身係依止善知識。其中咧，同以上嘅講法好相近嘅，收錄咗喺呢個金珠爾當中咧嘅版本當中嘅靈馬派嘅一部叫做《一切合集明覺經》當中有提到咧，應具無厭倦嘅信心，應具無傲慢嘅柔順，應具無吝嗇嘅財物，應具無疑惑嘅侍奉，應具無狡詐嘅正直，應具無阿諛嘅自心，應具無愚痴嘅智慧，應具無染污嘅增上意樂。然後呢8個圓滿地咧獻給我哋至尊嘅上師。所以咧呢度提到有8種，除咗呢個無阿諛嘅自心同之前咧有唔同之外咧，其他嘅部分咧都係好相似嘅。
然後咧，我哋接住咧就講《士師法50頌》當中嘅內容。我哋之前咧就講到一啲加當派嘅內容，然後咧而家我哋繼續講咧《士師法50頌》部分，就係宗喀巴大師嘅科判。云何修徑咧，亦都分成8個部分，獻供啊、事師如佛啊。所以我哋首先咧講第一個獻供，而獻供咧亦都分4個部分，就係以獻供咧淨除不恭敬嘅方法，獻一切咧所攝受之物嘅方法。如此咧，獻供合理嘅依據，同埋恒常守護3世句嘅方法。所以第一個修徑嘅部分咧，第一個就係獻供。咁係根據巴康譯師咧嘅人講咧，就係應該咧要以供養方式去醫治上師。呢度就講到，就係以供養嘅方式去醫治上師嘅第一個。喺士師法50頌當中咧，有講到咧，獻供嘅原因咧，都係為咗彌補咧，所以要去做獻供，要去彌補我哋可能曾經做過啲不恭敬嘅行為咧，所以要去獻供淨除。咁宗喀巴大師亦都有講過咧，我哋要對上師恭敬獻供嘅。所以咧，宗喀巴大師有講過對上師恭敬獻供，喺呢個吉祥聖大疏同埋呢個450頌疏當中咧，亦都有解釋到，係一種恢復對上師不敬嘅方法嚟嘅。所以咧，我哋向上師獻供咧，亦都唔單止係為咗彌補破損嘅誓言，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嘅。當我哋初次見到我哋上師嘅時候咧，需要供養；嚟向上師咧請法嘅時候咧，亦都要需要供養，或者報答我哋上師嘅恩德咧。受咗上師嘅教法之後咧，亦都需要供養，或者咧係令上師歡喜咧，或者係滿足上師咧，亦都需要去做獻供。所以無論係為咗上師歡喜等等咧，就有好多嘅理由嘅。第一個咧就講到咧，以供養咧去醫治上師。所以透過供養或者獻供嘅方式咧，可以消除我哋破損嘅一啲誓言啦，就可以彌補咧一啲破損嘅情況。就係因為咧依靠呢一種供養咧、獻供咧，而去彌補我哋自己曾經做過啲破損嘅誓言。然後第一個咧，關於獻供咧，就係以獻供來淨化不敬之罪。經文咧就係常於阿闍黎，承事而供養，發生尊重心，則捐除障惱。
咁關於呢段嘅頌文咧，去我哋依止呢個第七世錦岳巴出家格初咧，佢嘅注釋當中有講到，對於上師應當咧以呢個身語意三門恭敬為一個前行，獻上咧如前所述嘅優良供養，並且咧符合上師所喜好嘅一啲供品啊。如此咧行持之後咧，就將清淨不敬嘅過錯咧，前面所講過啲熱病啊，諸多嘅傷害咧，將會咧逐漸嘅平息，而亦都咧之後咧，亦都再不會發生。即係我哋之前嘅唔恭敬嘅行為咧，得到清淨。所以咧，之前有講過啲熱病啊等等嘅啲傷害咧，亦都逐漸咁樣平息。另外咧就係蘭釋，係一部印度文嘅典籍，有講到咧。首先，我哋依照宗喀巴大師嘅觀點去講咧，呢個蘭釋嘅印度注釋當中亦都有講到咧，係為咗咧懺悔毀謗上師嘅過失。呢度係講咧，就係我哋要做獻供咧，就係為咗懺悔自己嘅過失。所以呢度係講咧，根據自己嘅財富啊，隨順自己嘅擁有嘅啲財富咧，向上師獻上。咁食物咧係指緊呢個珍餚美味嘅宴席啦，或者係呢個供養財物、穀物啊、牛啊、水牛啊等等咧。就係呢啲咁樣嘅，譬如供養一啲珍餚美食，咁然後咧咁樣去供養之後咧，前面有講到呢個熱病啊、痛苦咧、傷害咧，亦都唔會再生起啦。咁喺呢個頌文當中有講到，所以喺呢個釋難當中有講到咧，如果毀謗上師咧，今生來世都會遭受各種嘅苦難。因此咧，為咗平息呢啲苦難咧，應該咧向上師獻供、宴席等等咧，就令到上師歡喜。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嘅上師會生氣歡喜啦。當我哋上師歡喜咧，即係一切嘅如來歡喜。然後歡喜之後咧，將會滿足嘅願望，所有嘅願求咧，一切都會成就同埋生起啦。咁喺呢個講到供養嘅部分咧，亦都有一啲係上師嘅傳記當中咧，亦都有講到關於透過供養咧嚟到去正除違背誓言嘅一啲故事啊。譬如咧就係呢個帕瑪祖巴咧，佢嘅故事咧，當時咧，咁嗰個大師咧有3位主要弟子，
康巴三人咧就係、其中一位就係 Dusun Kemba，第一世減華巴，然後咧就係、另外一位大弟子咧就係帕木族巴。咁其中佢嘅位弟子咧就叫做 Nelshu Gyatso。咁呢個時候咧，點樣帕木族巴去俾佢好多嘅教授咧，佢都冇生起任何嘅體驗同埋證悟。咁然後咧，帕木族巴就同佢講啦：你咧以前咧同某位上司之間咧，可能有一啲唔圓滿嘅一啲三昧耶戒。咁呢位弟子咧聽到之後咧，佢就回答，佢就諗咗下咧，就回答咧，曾經咧向過一位密咒師請教過一啲嘅修法。然後咧，佢就送咗一本咧8千頌嘅般若經俾我，同埋一塊田地。但係後來咧，我哋開始不和，然後咧我就將呢啲供品咧、供養嘅物品咧就攞翻嚟。咁跟住咧，我就同呢位上司咧不和。然後咧，佢就將呢個8千頌嘅般若經同埋一塊田咧收翻嚟。咁跟住帕木族巴就講話：哦，咁就真係唔係幾好啦。然後呢位弟子咧亦都繼續回答咧，就話啊，但係咧呢位上司咧已經唔在世啦。而家咧只有佢嘅妻子同埋佢嘅仔喺度啫。總之咧，呢位上司咧，佢已經唔在世啦，只剩翻佢嘅啲家人喺度。跟住咧，帕木族巴就再同佢講啦：哇，如果咁樣嘅話咧，你就將翻你本嚟供養俾佢嘅呢本8千頌般若經同埋呢塊田咧，再次供養翻俾佢哋嘅家人啊。然後咧，因為佢已經咧之前攞翻呢塊田之後咧，佢賣咗俾人，所以咧佢就帕木族巴就叫呢個弟子咧，去將呢塊田咧贖翻嚟，然後咧去再送翻俾呢位上司，然後咧就懺悔，然後再翻返嚟帕木族巴嘅身邊。然後咧，當佢再次向帕木族巴請求教授嘅時候咧，佢嘅功德咧就真係生起啦。然後最後咧，亦都成為咗一位非常殊勝嘅修行者。而呢一個咧係一個真實嘅故事。所以咧，當我哋嘅師徒咧出現一個三昧耶戒嘅清淨嘅時候咧，我哋要去懺悔啦。所以咧，我哋就會做好多罪孽啦。當我哋唔清淨呢個三昧耶嘅時候咧，所以當我哋知道我哋清淨嘅時候咧，就立刻咧要去懺悔啦。所以就算係呢個故事咁樣咧，呢位上師已經在世啦，但係咧，我哋都應該要懺悔咧，將我哋本來送俾佢哋嘅供養物咧，都要去再次供翻俾佢嘅家人。咁跟住咧，第二點咧就係獻上一切所接受嘅物品嘅方式。咁呢個頌文咧係又復於思索，樂行於喜捨，不論於己身，何況於財物。
他的这些节目有其他有什么？咁呢度有好多嘅翻譯，咁又見到一啲古譯咧，有啲字係冇翻出嚟，所以首先針對呢個中文咧去解釋。다 칭지 개베나 제 뒤바 쳐라 가즈기 라망업 주비 첸제들 체바이나 아 랑게 탐식 플라이 구송토 구송토 도지 탐식 랑 탐식 사데 플라이 구송토 도지 탐식 고고예스 咁喺第七世法王出家教唆嘅注解當中咧，有講到啦，所謂嘅自己嘅誓句啦嘅意思咧係指呢個本尊嘅身語意嘅金剛誓句。咁修持呢個誓句咧嘅呢個誓句咧，就係施予者嘅上師。因為咧呢個誓句嘅施予者即係上師咧，就即係咧同一切佛嘅身語意無異無別嘅彈性嚟嘅。所以咧唔單止係一啲無常唔穩定嘅一啲受用嘅財物咧，外在嘅受用財物咧，唔單止係呢啲財物，我哋要施予，以至到咧，譬如妻子啊或者兒女咧，都需要去獻上。因為呢啲咧都係我哋可能好珍惜、好唔願去施予俾人嘅一啲物品，即係你嘅妻子啊、兒女咧，都要獻上，或者以至咧，甚至係自己嘅生命咧，都係時常咧成為作為一種供奉或者供養。所以咧，就更加唔使講一啲無常、唔穩定嘅一啲外在嘅受用財物啦。所以喺呢個印度嘅注釋當中咧，亦都有講到咧，所謂嘅自己嘅誓句咧，就係指咧守護菩提心，守護咧五部本尊嘅誓句。就係呢度講咗，講緊嘅自己嘅誓句咧，就係守護菩提心。所以咧就譬如咧，特別係呢個五部本尊嘅誓句，亦都係要守護。咁喺呢個頌文當中咧，亦都有提到一個叫做常善依止。另外一個中文翻譯咧，講到呢個常善依止咧，意思咧就係指追隨上師，或者係咧好謹慎咁去守護自己嘅誓言。應該點樣去承持上師咧？係要包括用自己嘅生命咧去承持上師，就好似呢度嘅頌文去講咁。所以唔單止係咁啦，仲有咧我哋嘅仔同埋我哋嘅妻子。咁喺梵語當中嘅原文亦都有呢個講到咧，有等等呢個字，有呢個等等。所以咧就唔單止仔同埋妻子等等，咁就
包括咧其他所有嘅親友啊、眷屬等等。至於無常嘅一啲財富咧，或者一切嘅物品咧，就更加唔使講。所以咧就呢度就提到，更何況係財物咧？因為咧，當我哋嘅仔啊，或者妻子，或者親友啊、眷屬等等，或者自己嘅生命咧，都可以作為供養咧。所以咧，一啲外在嘅財物咧，就更加唔使講啦。所以咧喺印度嘅注釋當中有講到咧，如果唔捨棄我哋嘅仔咧，就會冇辦法咧去完全實踐自己嘅誓句。所以咧，我哋應該要咧毫不猶豫咁樣去捨棄，而去依教奉行。咁然後咧，宗喀巴大師嘅觀點咧，喺宗喀巴大師嘅注解當中有記載咧，自己誓句嘅上師。就喺呢個吉祥性大疏當中咧，就係講上護持誓句，是指一個自己殊勝嘅本尊嘅身語意，金剛即係自己嘅誓句。所以咧講到呢度咧，有一啲嘅重點想講下。意思咧，就亦都唔係話，首先咧，弟子係一定要將所有嘅嘢咧，要供養上師，亦都唔係意思咧，即係當我哋唔供養我哋呢啲財物俾上師嘅時候咧，就等於唔恭敬上師。意思係咧，當一位具德嘅上師咧，譬如咧，一位具德嘅上師要具備咩條件咧？佢就係有慈悲心啊，會安忍啊等等嘅一啲咁嘅條件嘅一位上師作為前提嘅。亦都有講到咧，上師咧唔應該具備一啲咩條件。就喺呢個時輪金剛簡略續當中咧，有提到啦，上師唔應該嘅過失係咩咧？就係充滿傲慢啦，被嗔怒壓制啊，遠離誓言啦，吝嗇財物啦，或者無聞思，欺騙弟子，心遠離最勝嘅境界，同埋未受灌頂，貪着一切受用放逸，心粗暴。而且咧係為咗感官欲求而有貪着。如果智慧嘅弟子咧，應如同咧地獄般遠離呢一種嘅上師，因為咧佢哋咧係唔係圓滿菩提嘅因嚟。所以就明確咁指出咗。因為咧呢位上師咧，佢自己咧都唔守誓言，因為缺乏學習啦，亦都唔了解十種真實義，所以就會欺騙弟子，或者咧係只會咧係貪着財物受用，亦都冇一個忍辱，經常咧對任何人咧都講一啲粗暴嘅説話。或者咧因一啲貪着咧欲樂咧而唔守戒律嘅。喺經文當中咧，唔單止要講到咧
唔應該對呢啲上司獻功或者生信心，而且好明確咁去講到咧，應該咧要好似避開地獄一樣咧，咁去遠離呢啲上司。所以咧，首先我哋要了解上司係一個點嘅人咧，作為前提非常重要。然後咧，同樣喺呢個聖義親近族當中，亦都有講到咧，執着於凡俗慾望，就係唔係非呢個吉祥嘅上司。如果貪着所獲得嘅財物，亦都唔係吉祥嘅上司。如果辱罵智者，亦都唔係吉祥嘅上司。或者捨棄咗對眾生嘅悲心，亦都唔係吉祥嘅上司。或者拋棄一啲冇財物嘅弟子，亦都唔係一個吉祥嘅上司。所以呢度就明確咁樣指出啦。如果呢位上司咧係追求名聲、聲望嘅人，或者對財富啊、受用咧有好強烈嘅貪着嘅話咧，或者因為咧嫉妒咧去詆毀其他智者啊、聖人等等，或者咧對眾生咧冇慈悲心，或者咧雖然弟子咧係合適嘅法器，有信心同埋恭敬，但係因為佢哋咧冇辦法去提供好豐厚嘅供養咧，亦都呢啲上司唔去接受呢啲弟子，咁呢一啲嘅上司咧，我哋都應該要去遠離作為前提嘅。所以喺呢個士師法50頌當中咧，講嘅獻供咧，或者係不可不敬，遵從教言。所以咧，我哋首先要有咧，知道呢位上司咧係具足資格作為前提嚟講嘅。所以如果一位具足資格嘅上司咧，佢應該咧有一位已經對輪迴生起厭離心，對佛法有信心，或者對上司有虔敬心嘅，除咗解脫或者一切自治嘅果位之外咧，就冇其他為咗今生嘅利益嘅考量嘅弟子相遇嘅話咧，咁呢個經典當中所講嘅弟子咧，就應該咧將自己所有嘅一切嘅供養去獻供俾上司，而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去講嘅，即係一位具資格嘅上司情況底下去講。所以咧，唔單止喺密續啊，或者士師法50頌當中咧，亦都有講到，應該要去做供養，以至咧好多嘅印度或者西藏嘅大德嘅傳記當中咧，亦都有一啲故事咧講到咧，弟子咧將自己所有嘅一切咧都供養俾上司嘅記載。所以要做到咁咧，其實要具備好多嘅前提同埋條件。譬如之前頭先有提到咧，喺密續當中咧要講到供養自己嘅仔或者妻子。首先咧，其實要具備好多嘅條件嘅。第一咧，就係咧上司同弟子咧都要具足資格嘅前提。
로마지기 랑기 부다 충마디수 소수자라 샤발리 라마라係啦，就唔퓨샤바이나係為 아니 咗借 코란도 助密 뇌는 法嘅 야가 名 예버지다 義咧去 코란 謀取 코란도 私利。 피상체 예버지 第二咧 통보이나 야 就係咧， 퓨야지 여러 변한 譬如 차샤게 有啲 예보 지송도 在家居士先至會出現呢個 이시 情 속에 況啊，即係譬如話頭 퓨샤 先講呢個將自己嘅妻子同 예보 埋 지송도 仔咧都去 이시 供 속에 養上 지고 司， 말아 咁呢個都 주몽 係在家居士嘅身份底下先至會出現。 통라 이시 속에 지고 咁第三咧就係好似 當你嘅弟子咧將自己嘅仔同埋妻子去供養俾上司嘅時候咧，係為咗佢哋嘅前途更加好，就好似咧謝崇德贊王咧獻上嘅空行冇意思錯家咧比連斯一樣，而唔係咧毫無意義咁將自己嘅仔或者妻子咧去作為布施，係因為希望咧佢哋嘅妻子或者仔咧去獻供上司係為咗佢哋嘅妻子同埋仔咧係有一個更好嘅前途，所以去獻供俾連斯。咁第四咧，亦都必須要考慮到妻子同埋仔嘅意願，係唔能夠去強迫供養。咁喺呢度咧，都要喺呢個大乘經典當中呢度明確講到。咁係講到咧上司嘅條件嘅時候咧，強調咧上司應該具有大悲心同埋大慈愛。咁呢度亦都講到咧，就呢個供養咧唔應該係強制或者濫用權力嘅一個行為嚟，即係話咧，上司唔應該強迫呢個弟子去供養。所以，譬如咧就話對於一個在家人嚟講咧，我哋最捨得嘅當然都係我哋嘅親人，即係譬如我哋嘅仔啊、妻子啊或者父母啊等等一啲親人咧，我哋係最放唔低嘅。所以咧，呢啲我哋最珍視嘅一啲事物咧，我哋都要去作為供養嘅。所以當我哋供養嘅時候，唔單止咧將我哋周圍嘅嘢要去供養，以至到咧我哋自己咧都要去供養，即係咧意思係將我哋嘅身口意咧都要去供養俾我哋嘅上司。譬如一般人咧去諗咧，將我哋嘅身語意去供養嘅話咧，係好難嘅。譬如話咧，當我哋做呢個獻萬達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將自己身語意去供養俾我哋上司。其實你哋已經做緊啦。譬如咧，有啲弟子就會講話，我只應該做緊呢個獻供身語意。所以呢度經文有講到咧，就將自己嘅身體咯，或者身語意啦，或者自己生命咧，都去供養俾上司。或者譬如灌頂嘅時候咧，最後咧，我哋都會念做一個頌文咧。最後回向嘅時候咧，都會有一段話咧，就係講將我哋嘅身語意啊等等咧，都供養俾上司。譬如過去咧有啲故事，譬如瑪利亞巴大師咧去拜見佢嘅上司馬爾巴嘅時候咧，亦都有講到咧，將自己嘅身語意供養俾馬爾巴大師。另外咧就係呢個藏傳佛教嘅有呢個
時輪金剛嘅傳承。咁時輪金剛咧傳承當中，亦都有兩個派，其中一個叫做熱派，一個叫卓派，兩個傳統嘅。咁卓派咧就係指咧從呢個喀什米爾嘅月湖尊者咧傳承落嚟嘅。然後卓派嘅上師嘅傳承咧，佢有提到咧係喀什米爾嘅月湖尊者、卓譯師、貢巴觀速松等等嘅人。咁總之咧，佢就成為咗一位西藏嘅上師。咁呢位貢巴觀速松咧，成為卓派嘅第一位或者第二位藏族嘅上師。佢就將佢自己同埋所有嘅財物咧，即共有6兩黃金，同埋佢自己喺佢嘅頸上面繫住嘅一匹絲綢咧，都獻給佢嘅班智達，供養自己嘅新月二沙門。咁另外最特別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師徒關係咧，最著名嘅例子就係從印度嘅帝洛巴那洛巴，或者係西藏嘅馬爾巴同埋密勒日巴咧，佢哋嘅師徒關係咧等等，或者係大班智達嘅那洛巴所經歷嘅12大苦行咧，大部分咧都係甚至係捨棄自己生命咧嚟到去醫治上師嘅傳奇故事嘅。有好多故事咧，就係為咗向上師求法咧，將自己嘅一切嘅財物咧，都去供養俾上師。但係點解弟子要咁樣做咧？咁就可以表示咧，見到咧弟子咧，其實係見到咧係對輪迴咧生起咗非常大嘅出離心，而佢係想去解脫嘅，所以咧佢哋就去依靠密咒金剛乘嘅教法咧，咁去跟隨上師修行。所以咧，啲弟子先至願意咁樣去做，將自己所有嘅財物啊，以至自己生命咧，都獻供俾上師。所以咧就一路講到咧，將自己嘅財物啊供養俾上師嘅重要性咧，其中咧亦都有一段嘅故事記載。咁講到咧，最重要其中一個故事就係米爾巴大師同埋尊者密勒日巴嘅傳記。密勒日巴大師咧就醫治米爾巴譯師嘅時候咧，受盡好多嘅痛苦。其中咧，米爾巴未去傳法俾密勒日巴尊者嘅時候咧，咁就將咧達密瑪即係米爾巴大師嘅妻子咧，暗中咧去偷咗那洛巴嘅骨色。咁就係咧，咁其實當時咧，米爾巴大師咧冇允許到密勒日巴去毛巴上師嗰邊去學法嘅，但係因為咧冇米爾巴嘅正式許可咧，所以咧密勒日巴雖然喺呢個毛巴上師嗰度學習修行咧，但係咧就冇生起正悟。咁之後咧，密勒日巴咧去到呢個衛地嘅時候咧，當呢個時候咧，毛巴上師咧
正正咧去同好多嘅喇嘛講呢個密集金剛族。咁呢個時候咧，啱啱講到咧，喺呢度咧，我就要從遠遠嘅地方咧向我巴上師禮拜。然後咧，上師咧就除咗頂帽咧，就係答啦。呢個係咧馬爾巴學人嘅禮拜姿勢，修法嘅緣起好好。將來咧呢個人咧將會成為一切法嘅王。咁你去睇下，咁係邊一位咧？然後有一個比丘咧就跑過嚟咧就睇我，佢原來係咧識我嘅。然後咧就去，因為咧就話俾佢聽咧，馬爾巴上師而家好忙咧，係冇時間咧幫佢傳法嘅，所以咧就嚟到呢度請法。然後馬爾巴上師咧就叫我咧帶那洛巴新莊嚴啦，同埋呢個紅寶石嘅印章咧，作為許可咧求法嘅憑證。然後呢位阿巴喇嘛咧，上師就會就要講啦。然後咧就真係將呢個李金剛嘅口傳灌頂咧去俾佢。然後密勒巴咧就喺一個洞裏邊咧，好精進咁樣修行。但係因為咧當時咧佢冇得到咧馬爾巴大師嘅允許，所以咧佢就冇任何嘅國受。然後咧奧巴喇嘛咧就問密勒巴啦：你已經修咗一段時間啦，你而家有冇嘅咁樣嘅國受咧？然後密勒巴就答啦：我咩嘅國受都冇。然後我巴上師咧就講啦：你講咩咧？就係喺我呢度咧，如果對於戒律係冇違反嘅話咧，係應該會得到一個國受。所以咧佢就講：如果你要首先得到允許先至嚟呢度求法。所以咧就同翻密勒巴大師講啦，你咧應該係得到馬爾巴上師嘅允許先至嚟。然後
密勒打講巴咧其句實係說地位冇得高了呀，到馬爾巴拉嘛馬上司嘅爾別同允許三個人嚟到學法就是嘅，所以咧佢米勒就冇維下邊三個人唔夠膽講嘅講出嚟，東西，人哋講咧，向呢位俄巴搞說上司講翻，其啲實我係冇學法得到咧就搞差啲係嘛？馬爾巴上司嘅允許下去，陪你邊邊下去而嚟到呢度學法嘅，邊邊說過都是，邊邊說過也未佢亦都唔夠膽去強人嘅，同呢位上司去那麼我講。強人嘅邊邊就是特別切切 kishos 啊，邊邊就是特別切切 kishos，咁當然邊邊就是差卡的就是差說啦，咁啲然後呢位個咩錢啊？咁講嘅事，他們不俄巴上司咧就寫咗封信俾佢，卡嘅咁咩錢啊？這個團然後咧就咁寫住咧就將某一啲嘅財物咧帶俾我。然後當呢個屋咧，當當時咧就米爾巴大師咧就寫咗封信俾俄巴上司啦。然後咧，因為俄巴上司收咗呢封信之後咧，米爾巴上司咧就講話咧有一個惡人咧嚟呢度，咁然後咧俄巴上司咧就好奇怪啦，點解會話你係一個惡人咧？所以咧就好奇怪啦。然後咧就我巴拿媽咧就知道啦，原來做咗件咁嘅事，原來你係冇得到米巴上司允許而嚟嘅，所以咧只好咧我就同你一齊去米爾巴上司嗰邊。然後咧呢位我巴拿馬咧就亦都帶住好多嘅貢品去見米爾巴上司，所以咧佢亦都將佢自己所有嘅嘢咧，包括好多嘅佛像啊、貴重嘅財物啊等等咧，帶去見米爾巴上司。只有咧只有一隻羊咧係冇帶去嘅，就係一隻跛腳嘅一隻羊咯，冇帶去。咁總之呢個奧巴拿馬咧就將佢所有嘅財物咧就帶去供養米爾巴上司。所以咧，奧巴拿馬就同馬勒巴亞亦都講啦，就你唔應該咧空手咁樣去，所以你哋亦都要帶一啲財物咧去供養俾米爾巴上司。然後咧，佢哋咧一行人咧就去到米爾巴上司住嘅地方，然後佢哋咧差唔多要到呢個羅扎嘅地方嘅時候咧，然後咧就先同我哋嘅師母即係咁樣話，佢講啦，我哋嚟啦。因為佢哋咧就先見到米爾巴大師嘅妻子達咩瑪，然後咧，首先咧喺個佢嘅袋當中咧嘅一啲酥油點心咧就先供上，然後奧巴拿馬咧就嚟到咧，首先咧
俾咗一杯酒佢飲。然後咧，師母咧就見到好歡喜啦，然後就同佢哋講啦：你而家馬爾巴上司咧正在咧喺睡房裏邊，你就先去同佢講一聲。然後咧，佢就好膽戰心驚咁樣啦，去到上司嘅寢室。然後咧，上司正在咧就喺床上面嘅東方入定。然後咧，佢哋咧就對住上司去做禮拜。然後咧，上司咧又唔去睇。然後咧，將頭咧亦都立刻咧就轉咗去西方。即係所以咧，呢個弟子咧就知道佢馬爾巴上司應該係嬲。所以咧，佢哋就馬爾巴上司講啦：你老人家咧就為咗去譴責我，或者唔受我嘅禮拜。然後咧，我同呢個羅巴上司帶住身口意以求咧，一切嘅金銀珠寶啊等等咧，供養你老人家嘅。然後呢個時候咧，馬爾巴上司咧真係好生氣啦！呢個時候。然後咧，佢哋係咧就從印度啊呢個不可思議嘅三藏秘密啦，或者四乘嘅心要、殊勝嘅口訣等等咧，就帶翻嚟西藏嘅時候咧，我哋嚟到咧歡迎我，或者連一隻老鼠都睇唔到。咁就呢個時候，因為咧馬爾巴上司已經好嬲啦。然後咧，師母就講啦：啊，上司嘅脾氣咧係好差嘅。而咧，奧巴拿馬咧是係一個咧好了不起嘅人，我哋應該咧要去歡迎佢。所以咧，我哋母子兩人咧就去做咗迎接啦。咁然後咧，總之咧喺一個之後咧，一個宴會上面咧，呢個慶祝呢個馬爾巴上司嘅仔咧係成年啦，同埋咧佢剛剛起緊嘅一間屋咧，亦都完成。喺佢酒席當中咧，馬爾巴上司亦都唱咗一首吉祥曲，就係呢個嘉舉旗法會最後一日會唱嘅。然後奧巴拿馬咧就將佢所有嘅財物咧就供上，然後就講啦：上司啊，我已經將我身口意咧一切嘅嘢咧都供養你老人家啦，只係有一隻咧跛腳嘅山羊咧冇帶嚟嘅啫。然後咧就講啦：我就已經將所有嘅嘢都帶嚟啦，供養你上司。
然後咧請你咧希望咧去俾一個殊勝嘅灌頂同埋口訣我。咁然後咧，馬爾巴上師就開始好開心咁樣講啦。呢個心願嘅殊勝嘅灌頂同埋口訣咧，同埋呢個金剛乘嘅捷徑咧，係要依照呢個口訣，咁就唔需要好長嘅時間修行咧，就可以喺今生裏面成佛嘅。因為呢個口訣咧係一個特別嘅口訣，而係為上師空行等等嘅補足嘅。所以咧，馬爾巴上師就同佢講啦：你係嚟求法嘅，但係你嗰個又老又跛腳嘅山羊咧，點解唔帶嚟咧？咁就如果冇帶嚟嘅話，就唔屬於係一個全體嘅供養。如果咁嘅話咧，我嘅口訣咧，亦都係唔能夠傳俾你嘅，因為咧，我就唔會將呢個口訣傳俾你，因為你仲有啲嘢冇供養俾我。然後講完之後咧，大家咧都哈哈大笑起嚟。然後咧，摩巴上師就講話：如果我真係將呢個老嘅山羊供養俾你嘅時候咧，你老人家真係會傳法俾我啊？然後馬爾巴上師就講啦，就要你去親自去攞，我就會傳呢個法俾你。然後喺第二日之後咧，摩巴上師咧就真係一個人翻返去咧，將呢隻山羊孭過嚟去供養俾馬爾巴上師。然後咧，馬爾巴上師咧就非常之歡喜咁去講啦。所謂呢個秘密真言乘嘅學人咧，就好似應該係你咁樣嘅弟子啦。其實一隻老山羊咧，對我有咩用咧？而唔係為咗法嘅話咧，所以咧要咁樣做，因為我就係要去試探你係咪真係有個求法嘅心，所以要你去帶你嘅所有嘅財物去獻供俾我。然後後來咧，馬爾巴上師就真係將所有嘅灌頂同埋口訣咧，係傳俾摩巴那瑪。所以我哋應該要好好思考，好似馬爾巴大師同埋摩巴那瑪，或者係尊者密勒日巴嘅大師傳記咧。我哋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以馬爾巴大師為例咧，佢完全係具備呢10種上師特質圓滿嘅上師條件嘅。另外咧，雖然咧馬爾巴大師咧都曾經施展過咒術，發生過一啲爭鬥等等，而使到當時嘅一啲洛扎地區咧，好多人咧都對佢咧唔特別有信心。但係因為呢個摩巴那瑪咧，同埋密勒日巴大師等等，無論馬爾巴大師做咩咧，都冇對佢生起一個邪見，而且咧始終咧就見到佢係如同佛一般咁樣。所以並且咧，摩巴那瑪同埋尊者密勒日巴依止馬爾巴上師嘅方式咧，將自己所有嘅一切咧都供養俾上師，執行上師嘅教言。甚至咧捨棄自己嘅生命嚟到去侍奉護持上師，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完全符合我哋今次講呢個說施法50頌嘅內容。